一来看到国际大导演李安带这个好莱坞国际大明星威尔史密斯来到台湾宣传新电影。昨暗办首映会，威尔史密斯嘛讲到要替李安完成这个心愿，刷来拍片叫大导演来做布置歌手。李安嘛真是配合伫咧模仿，大卡也袂，大家拢看甲笑开开，规场活动热扑扑。你好，台北。国际影星威尼斯维斯一个出场讲华语，就互影迷嗨个变过。这个时阵，主持人真呢向伫伊的耳旁边讲话。我爱你。哦。原来是甲伊讲即句话，互大家影迷拢欢喜甲叽叽叫。国际大导演李安甲国际大明星威尼斯维斯，佮感谢结随布洛克海密合作嘅电影，伫上映进前新办首映会。威尼斯维斯讲话实在真笑开，伊佮甲大家表讲，李安一直有一个愿望。He looks like a little kid who wants to be a rapper. He has a secret rapper. No. Everybody come with me.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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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舞台顶系替李安达成梦想，李安嘛真配合，麦克举起来真有歌手的班。You know, Taipei seems to be the city where dreams come true. Yeah. All right, so my wish is to work with Ang Lee again. 威尼斯维斯这回是向甲李安合作的梦想，跟台湾讲是要佮合作一届。带国际大明星登来台湾宣传的李安嘛讲，登来感觉真好。谢谢大家，我回到台湾觉得特别的温暖。这个温暖是两方面，因为台湾乡亲给我的鼓励，还有这些大明星、大制片工作伙伴对我的鼓励。电影上映的日子拄好就是李安的生日，电影公司专工准备寿桃，先替李安祝寿。威尼斯密斯嘛为伊唱生日快乐歌，互首映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束。Happy birthday to you。记者综合报道。